隨住大灣區嘅發展，越嚟越多嘅香港居民選擇喺中國內地工作，然而亦帶嚟咗一啲稅務嘅挑戰同疑問，例如內地工作嘅收入係唔係需要喺兩地繳稅？點樣避免雙重徵稅？今日同大家探討香港同內地之間嘅稅務安排，幫助納稅人更好咁理解同規劃佢嘅稅務負擔。根據安排，香港居民喺中國內地賺取嘅收入，如果已經喺內地繳納咗稅款，呢啲稅款可以喺香港嘅稅務中進行抵免，但係呢項抵免嘅金額唔可以超過根據香港稅務條例計算嘅應繳稅額。例如，如果你喺內地賺取嘅收入需繳納一定嘅所得稅，你可以喺申報香港稅務時申請相應嘅稅收抵免，從而減少你喺香港嘅稅務負擔。但係，你亦需要特別留意申請抵免嘅條件。根據相關規定，申請抵免嘅人士必須喺賺取相關入息嘅課稅年度中居住喺香港。此外，若你所獲得嘅收入被判定為非源自香港，喺香港已獲免稅，即你喺內地所繳嘅任何稅款都唔能喺香港進行抵免，因為若該項入息唔需要喺香港課稅，都唔存在雙重徵稅嘅問題。若涉及到嘅收入被認定為來源於香港嘅利潤，咁香港嘅稅務負擔可能會相對較輕。假如你嘅收入按50/50嘅比例劃分，其中一半屬於香港嘅利潤而只需繳納利得稅，咁另一半即便喺內地繳納所得稅，都唔會喺香港享有抵免。另一方面，若內地確認你超過一半嘅利潤來源於內地，你就需要喺內地繳納相應嘅所得稅。喺呢種情況下，超過一半嘅部分所繳納嘅內地稅款係可以喺香港嘅利得稅中進行抵免嘅。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